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的9月2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9篇第7节到14节，申命记27章第1节到第10节，马太福音第5章13节到20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光和盐。你们是世界的光，是世界的盐。这是耶稣基督对基督徒的期待，也是基督徒信仰生命的目标。因为基督徒应当要做见证来荣耀上帝，在我们的生命态度，在我们与人接触的过程当中，都要让人感受到基督徒的生命所展现出来的是属于你耶稣基督的生命品质。有咸味的盐，能够照亮的光。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遵守上帝的诫命来展现自己的生命。申命记27章第1节到第10节，摩西以及以色列的长老们命令以色列人民。经文这样说道：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们吩咐人民说，你们要遵行我今天向你们颁布的一切命令。你们渡过约旦河，进入上主你们的上帝要赐给你们的土地那一天，要树立一些大石，涂上石灰，把所有的法律和教训都写在上面。你们进入上主你们祖先的上帝所应许给你们的那流奶与蜜的肥沃土地。踏上约旦河西岸之后，要遵照我今天给你们的命令，在以巴路山上树立这些大石头，在上面涂上石灰。你们要用未经铁器凿过的石头，在那里造祭坛，因为凡为上主你们上帝铸造的任何祭坛，都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你们要在祭坛上献烧化祭，也要在那里献平安祭，在上主你们的上帝面前欢乐。你们要在大石头上清清楚楚地写下上帝的法律。接着，摩西和利未支族的祭司对全体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啊，要安静，留心听我的话。你们今天已经成为上主你们上帝的子民，所以你们要听从他，切实遵行我今天向你们颁布的一切法律诫命。因为只有遵守诫命，成为更好的跟随者，才能见证他们是属于上帝的，成为见证。耶稣基督劝勉跟随者要成为世界的盐，也要成为世界的光。马太福音第5章13节到20节，耶稣基督说，你们是人类的盐，盐若失掉了咸味，就无法使它再咸，它已成为废物，只好丢掉，任人践踏。你们是世界的光，建造在山上的城是无法遮盖起来的。没有人点亮了灯去放在斗底下，一定是放在灯台上，好照亮全家的人。同样，你们的光也该照在人面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来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亲。不要以为我来的目的是要废除摩西的法律和先知的教训，我不是要来废除，而是要来成全他们的正义。
我真实的告诉你们，只要是天地存在，法律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所以那违犯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并且教别人也这样做的，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微小的。相反的，那遵守法律并且叫别人也同样遵守的，在天国里也要成为最伟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比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更忠实的去实行上帝的旨意，才能进入天国。那么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成为盐和光，是抱怨的生命，凡事怪罪别人，还是以赞美感恩来成为见证呢？明天主日信息，牧师将会谈到以赞美来敬拜的主题。这样的生命态度才是光和盐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脱离凡事抱怨，凡事怪罪他人，缺乏感恩赞美欣赏他人的心。诗篇19篇第7节到14节。上主的法律完备，使人的生命更新。上主的命令可靠，使愚蠢的人得智慧。上主的法则公正，使顺从的人喜乐。上主的训诲透彻，使人的心眼明亮。上主的规范纯真，永远留存。上主的判断准确，始终公道。他们比金子可贵，胜过最精纯的金子。他们比蜂蜜甘甜，胜过最纯净的蜂蜜。这一切使你的仆人深受警惕，仆人谨守，获益无穷。谁能看见自己的过错呢？求主你宽恕我无意的过失，求你使我不至于故意犯罪，不容许罪恶支配我，这样我就能成为无可指责的人。凡犯悖逆重罪，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者啊，愿我的言语，我的心思都蒙你悦纳。谢谢主赐下恩典，恳求主帮助我们懂得欣赏别人，为别人感谢，为凡事赞美，不叫我们喜欢批评，不停抱怨。因为我们知道蒙恩得福不是我们的专利，使人蒙福却是我们的护照。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